马可福音第7章，法利赛派人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，因看到耶稣的门徒有人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无洗手就食饭。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的犹太人拢接受祖先的传统，若无照法度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市场倒来，若无洗，嘛无食。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例，亲像洗杯啊、管啊、东器、甲床铺等。所以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问耶稣：是安怎你的门徒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，违反祖先的传统？耶稣应讲：以赛亚所讲关系恁遮的假好的人的预言真对。伊安尼写：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师教示人，因敬拜我拢无采工。恁放杀上帝的诫命，接受人的传统。耶稣阁讲：恁为着要接受传统，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的诫命。摩西命令恁，着孝敬父母。佮讲，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，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，已经做公理版。公理版的意思就是献予上帝的礼物，恁就准伊免奉养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。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，恁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。耶稣阁叫众人来，甲因讲：恁大家拢着听我的话，着了解，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，无一项话互人无清气；对内面出来的物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耶稣离开众人，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就问伊即个譬喻的意思。伊甲因讲：安尼，连恁都无明白哦，恁兼无了解，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，拢袂互人无清气，因为对外面入去的，毋是入去心内，是入去腹肚内，后来放落去便所。耶稣安尼讲，是指所有的食物拢清气。伊阁讲：对人内面出来的，才会互人无清气，因为对内面出来的，就是对人的心出的，有歹念头、私通、偷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放纵、嫉妒、诽谤、骄傲，袂晓分别是非。遮的一切的歹代志，拢是对内面出来的，遮的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耶稣对遐出发，去太尼地区。伊入去一间厝，无爱人知，不过无法度保密。随时有一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来跪伫伊的骹前。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。这个妇人人是出世伫叙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。伊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赶鬼。耶稣甲伊讲：着先互囡仔食，摕囡仔的食物迄互狗仔食，毋好。妇人人应讲：主啊，倒仔骹的狗仔都食囡仔的饼油啊！耶稣甲伊讲：因为你讲的即句话，你通转去，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啦。妇人人转去因兜，看到查某囝倒伫床呢，鬼已经离开。耶稣阁离开太尼地区，经过西顿以及地加普里地区，来到加利利河。
有人带一个袂听见、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，恳求耶稣甲伊还手。耶稣带迄个人离开众人去边啊，床枕头啊入去伊双边的耳孔，阁配烂抹伊的指，然后仰天吐气，甲伊讲：伊发呆，意思就是开。迄人的耳孔随时开，自滚灵，讲话讲甲真清楚。耶稣严严命令因，毋通甲人讲。毋过，伊愈禁止，因愈出力报扬，大家拢非常着惊，讲伊逐项拢做甲真好，连袂听见的人都袂听见，袂讲话的人都袂讲话。